喂喂。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即马开始来今仔日的吟诗学乐。首先，咱先献开圣诗472首。这首歌是咱较无啥唱过，毋过大家唱一遍就会晓啊吼。来，咱即马先来唱第一站。小尾站吼，将你和平充满阮心吼，就是有几个附点吼，所以咱即句话是咱特别爱唱较紧的吼。好，咱第一节搁唱一遍。接咱来第二首吼，191首，
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即首吼，伊有几个装饰音，佮有滑音，所以若有想要安尼唱，咱会使甲咱的圣诗里有圣诗会使掀起来看吼。有些装饰音、这滑音唱起来，即首歌就会较活泼吼，较有变化。好，咱就第一节、第二节就一起唱好。实在最我靠近你的，你为开始我的把主耶稣，你为实在最我靠近你的，你为开始我的把主耶稣，是我真讲你有我说，滚地你滚就为叫地。咱接来献开献诗300首，阮真感谢你，至圣仁爱。这是一首菲律宾所做的诗歌，伊这首诗歌反映出现代的菲律宾都市音乐的风格。这首诗会使当作俄罗感谢，也是立志献身的诗歌。好，咱即摆来先吟第一站吼。感谢你极深的爱，你给我脱离悲伤挂碍，怎么不后悔，怎么家乡，我已祝福你的心心了。好，这首歌来要第二部圣歌队会使拿第二节啊，因为伊这2部合唱合音会很好听，想要练第2部的也可以唱第2部。好，那第2节有一个暂愿无后悔，吼，咱一般拢讲后悔，啊，伊这是写后悔。好，咱第1节搁再唱一遍，啊，刷的是第2、第4、1、2、4，好。我真感谢你极深的爱，你给我脱离悲伤挂碍，怎么不后悔，怎么家乡，我已祝福你的心心了，为所属快乐我来给我，最你那。心多，小妹我对你最想应许，那火已开路也叫一句，可孤注基督也要显妙，对都是心度你属我妙，我走走个。
的诗390首，咱唱第2站吼，第2节哦。第2节的第2行有个三位上帝，三位一体改做三位上帝。第2节哦。到这。这时，请咱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你敢毋知？你敢袂捌听到上主是永远的上帝，是全地的创造主。伊袂野嘛袂先，伊的智慧袂当测量。野先的人，伊赐因气力；软弱的人，伊予因能力。连少年人嘛会野会先，勇壮的人嘛会忝甲倒落去。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得到新的气力。亲像鹰鸟褪色飞悬，因奔跑袂野线，行远路嘛袂昏倒。但这时，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472首，和平的主上帝，请大家起立来吟。
请咱游园徛地，咱做伙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但愿即时来到你的面前，进入你的圣会，恳求你圣神甲阮同伫地，互阮伫心神甲肉体拢会诚实来尊敬你、服侍你，互你的圣名大大显出荣光，搁互阮伫你的圣会当中成做忠实的圣徒。慈悲永远的上帝，阮为着你听所赏赐阮逐项的恩惠来感谢你，搁为着你永远的信息来感谢你。你赏赐你的独生圣子，阮的主耶稣基督，伊道成肉体受难受死，担坐伫你的正边，做中保来掌权通世界来感谢你。你也有差遣圣神伫阮的心内做工，搁赏赐阮永远我的恩惠，互阮得着救。阮安尼献上阮满心的感谢。主啊，你是和平的君王，搁欢喜人彼此和睦。求主看顾你拢总受造的，保守阮的国家民主自由的制度下面，虽然有各样的意见，求主互阮知，伫主的内面，阮会彼此相听，互相消除心中的怨恨，互人甲人搁好，也互阮甲上帝搁好。互阮的官员以及政治的人物拢知影主的道，放下私欲，赏赐因智慧、仁爱、公义甲勇气，来导无国家好的政治，为人民来付出因的能力。上帝啊，今年的风台直直行过阮台湾，造成袂少的损害。求主用你的恩惠慈悲来帮助阮，互阮无论是政府也是民间的团体，拢有你所赐的气力来全力来帮助受损害的民众，互因伫损害当中受到真正的帮助，互因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主啊，阮也求你看顾阮的教会，互伊伫你的面前加添敬虔、热心来亲近你，洗清伊一切误会，互你的正儿女通过生活见证甲服务，来显明你的智慧甲疼。感谢你将阮的教会放伫即个真重要的所在，当人民需要发出民主的声音的时阵，教会用来提供帮助，互人得到安慰，互教会会成做国家甲社会的更加严。当阮即时，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来出声。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这时，请咱掀开圣诗的后面，启应文32篇，启应文32篇是出自诗篇130篇，咱做伙来启应。上主啊，我对亲恩来求救你。上主啊，你若会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会赦免人。我迫切听候上主，我的心神听候上主，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就仰望上主，伊有救赎的大权能。但即是咱
来做伙来吟圣诗191首。你的话实在做我脚前的灯，请大家起立来吟。请坐。这时，请咱额头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你疼世间人，有实行拯救的计划，毋但安尼，你有做阮代代的帮赞，搁做阮徛起的门户，互阮踮伫你安稳自在。也用活命的话来养持阮，互阮的灵命充实，搁再巴足。阮感谢你。这时，阮围垒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亲自对阮讲话，也互阮将你的真理、智慧丰丰富富藏伫阮的心内，互阮软弱得到快乐，惊吓会无去，忧伤变欢喜，通持守你所想事，互阮的应允甲福气。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下面咱来恭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自以赛亚书第7章18节到25节。以赛亚书第7章18节到25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18节，伫迄日，上主发令，对尼罗河的源头召集河神，搁对亚述地召集蜜蜂来，因拢会飞来歇伫行的山谷、石壁旁以及一切刺皮甲草埔。迄时，亚述王亲像主对幼发拉底河对岸阻来的剃头刀。主要用伊甲恁的头毛、甲骹毛，甚至喙手拢总剃掉。迄时，一个人会饲一只母的牛仔，2只母的绵羊，因为有充足的恁，国内所有剩落来的人，拢会使食刺鹿甲蜜蜂甲蜂蜜。迄时，种1000丛葡萄。大群1000个所在，拢会发刺皮杂草，人着带钱甲金才敢去遐，因为所有的土地拢互刺皮杂草来看满。所谓用猪头种做过的山地，因为有杂草刺皮，人毋敢去遐，变做放牛食草、出在羊吞塔的所在。以上愿上帝的话，诚做咱的帮赞。这时，咱要请希望诗班用诗歌来带领咱敬拜，因今仔日要唱的歌是《教我》。
这时咱要请郑永文牧师来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战争带来灾难。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真感谢希望诗班今仔日用教我这首诗，引带咱来敬拜上帝。咱伫上主的教导下面学习，行公义的路，行真理的路，行温柔的路，也行信靠的路，嘛是一条信仰忠健的路，是一首真水的歌。这2礼拜，世界甲台湾有侪的真戏剧性的代志发生咱若有咧看国际新闻，咱台湾这个凯米凯米洪台，英语讲假米你看世界国际这新闻，拢有咧报咱经历这个大的风台的冲击。因为咱几啊年无拄着风台，无拍算，带来真大的这个伤害。土地人民拢有拄着真大的困难，特别大水带来迄种的伤害。这2礼拜，美国也有真大的变化。这个川普总统险去互暗杀。这个拜登退选，这个副总统 Harris 讲做新的候选人。这个中间，大家也注目这个美国大选，甲这个世界的关系。对昨日开始，奥林匹克的这个运动会伫巴黎举行，全世界嘛拢咧注目这运动会的发展。咱也知影，奥林匹克的主题就是和平。听甲和平，所以不管是风台，不管是美国总统大选，还是讲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这国际发生的代志，甲咱今仔日的经文有甚物款的关系？其实有真密切的关系。咱今仔日来读这经文，定心来思考。会当做一寡连结甲思考。今仔经文为18节到25节，是接续顶礼拜迄个以马内利的记号迄段经文。头前有真水的信息，讲上帝要甲咱同在，以马内利。看迄个少年的女子生囡仔，为婴仔的迄个记号。就代表上帝要甲人同在，无拍算到最后1节17节，突然真大的改变，进入到一种严厉的警告。先知对亚哈斯王讲：上主的灾难要临到你的子民，甲你老爸家。这是对以法莲离开犹大以后。毋捌拄过，这灾难就是亚述王最后一字就是亚述王。所以今仔日先知继续将亚述王要带来的灾难，用足具体的描写要互人来思考。经文内底，今仔经文内底4解，拢用伫迄日。伫迄日来开始，18节一解，20节一解，21节一解，23节一解。所以4解讲伫迄日，拄好4段的经文。具体伫遐描写亚述王入侵的时阵，所带来迄种的灾难，战争带来迄种的伤害。事实上，咱知影这是亚述王伫顶礼拜经文内底，互咱看见亚述王伊的选择，伫信心甲惊吓中间，
伊伫迄个中间选择行行，要找家己的政治的一种决定，所以带来戏剧性的结果。亚述王要入侵。今仔日头前两段是真清楚伫遐讲是上主发动的，上主发动，然后通过亚述要带来即个战争伤害。后壁两段无讲什么人伫后壁做主事，无，但是咧真具体咧描写迄个战争结果，战争的结果。特别咱看见伊用一种真特别的文学的手法，咱前届进前的经文内底嘛捌读过，就是咧描写代志的时阵，突然间一个客串演出，一个安尼人物出现，伫遐讲话对话。前届咱读到第4章第1节讲，七个查某人揪一个查甫人，甲求讲娶阮做某。这就是一种真特别的文学的表达。今仔日后边两段嘛是用这种方式，一个村落来的家庭饲一只母的牛，两只母的羊，这个描写用这种方式来描写战争的结果。下面咱就来进入今仔日的经文。第一段7章18节到19节。伫遐讲上主要发命令，这个原文是发出的声，敢若咧歕迄个哨子，歕哨子的声。这个动词实际上伫第5章26节就出现过一摆，表示讲上主要开始调集军队。古早的自然学家甲咱讲，古早饲蜂的人足厉害的，伊会当歕迄个口哨，蜂就会为收规群拢甲画出来，因就走出来外口，伫遐四界去散布遐个花蜜，是伊嘛用歕迄个口哨，甲因对田内底佫叫转来，所以伫遮通过即种动词咧表达讲，上主家己要调集大个军队。伫即个经文中间讲起两个国家，亚述帝国，嘛讲起埃及。咱当然咱知影，今仔日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亚述，因为即个时阵埃及还未甲以色列还是犹大有啥物对敌。伊伫遐，咱若以赛亚读到30章、31章的时阵，才会看到埃及出现。所以伫遮重点引用这两个国家。是咧表达讲，上主会随时拢会当动员这个国家，成做伊的工具。是讲犹大国是活伫一种国际政治的威胁下面，任何一个大国家拢有可能变做因的威胁。伫经文内底，不管是河神还是蜜蜂，拢是譬如啦，描写真强的国家来的军队，不管河神还是蜂，四界拢去，徛的山谷、石壁、蜂，一切刺皮甲草波，拢会满拢是这河神甲蜂。这个表达讲战争无情啊，你无位通闪，秘到什么所在？拢会受到遭灭。这事实上伫第2章19节到21节已经描写过一摆，讲恁要去打刀闪上主耶和华，你秘去石头坑，秘去山壁芳，拢无法度。这表达这个军队甲战争来的可怕。第2段20节，伫遐讲亚述王。亲像主对幼发拉底河对换阻来的剃头刀，哇，这是真生动的一个文学的描写。亚述哪亲像
上主去请来的一个剃头师傅，这个剃头师傅，伊的剃刀要甲恁的头毛、骹毛、喙鬚拢剃掉。剃刀咱知影是咧表达典型的战争中间对遐战败的战俘的这种真残忍的做法，将对方的头毛、喙鬚拢总甲剃掉，是要甲因羞辱，要甲因，互因感觉见笑，而且真明显，规个头毛甲喙鬚拢剃掉，就表示讲，这阵人，这阵战俘是属于一种受控制、屈家的状态。今日经文阁加一个骹毛，骹毛其实是希伯来文内底一种较咱讲较咱讲安尼迄种咱讲曲折的迄种表达，其实是咧指人的生殖器的毛，阴毛，所以加倍会，互因加倍会见效，规身躯的毛拢剃掉。咱若去读《列王记下卷16章第7节，伫遐讲起即个亚哈斯王的故事。伊派使者去亚述的所在，伊对亚述王讲安那：我是你的奴仆，我是你的囝，完全屈服伫亚述即个国家的下面。换句话讲，伊完全爱照亚述的条件来行动，伊诚做亚述屈服伫伊的下骹。这段经文那亲像是咧描写战争，不过嘛有学者讲，伫遮讲，甲你剃光光，嘛会使是指对土地的剥削，土地顶头所有的食物、农作物，拢甲你除掉安尼吼。这其实甲今仔规段经文拢咧讲土地，可能也有嘛会使安尼来结连吼。读到遮，咱会注意到一样代志。不管是亚哈斯王想要去求亚述国的帮忙，还是上主耶和华通过亚述成做伊的工具，读起来时阵，两个敢若有真类似的结果。上帝计划甲这个王的计划本来是对立的，结果同款，拢是要去叫亚述来，但是表面看起来敢若真诚，背后的动机是真无同啊！亚哈斯王看亚述做革命的对象，其实已经把亚述当作神明，已经袂记得上主甲伊定的迄个约。相对的，上主只不过是用亚述做伊的工具那点。上主所关心的是以色列人，是犹大国因的态度。所以表面看敢若结果真诚，后壁动机真无共。咱进入第3段21节到22节，一个人饲一只母的牛，2只母的绵羊。伫遮真明显是咧描写战争了后遐存落来的人，咱讲幸存者因的状态。因伫战争以后，卑微要过日子，勉强饲几只羊甲牛。通讲是一个战争以后的一种景象。遐存落来的人真卑微，要定心开始过日子。伫遐讲存落来的人，伫以赛亚书内底真清楚是咧讲渔民。咱即个主题一直出现。存落来的人就是渔民。渔民可能只有存几只精生通饲，不过呢，因会当食狗野的奶，嘛会当食刺乳甲蜂蜜。这甲咱顶礼拜7章15节读到的婴仔，当伊捌代志以前，伊就会当食刺乳甲蜂蜜。真明显咧讲起
渔民要有机会重新开始的这个主题。所以今仔日4段经文内底，第3段是一个较有盼望的信息。伫遐讲起，那亲像以赛亚的囝的名西阿述所代表的，在讲渔民要搁归回这个主题。最后一段23节到25节，咧描写战争以后土地所受到的破坏。过去真肥的土地，伫要拍远啊！这中间一个关键的用词就是刺皮杂草，刺皮杂草，刺皮杂草，和合本甲翻做讲荆棘跟棘藜，荆棘与棘藜，这个伫圣经内底，旧约圣经内底是足要紧的一个表达，拍远表示拍远。23节到25节，伊拢总出现3解，每一节拢出现1解。当土地变做生侪刺皮杂草的时阵，就表示土地已经拍远。这嘛，互咱联想到创世纪第3章，伫遐讲起人犯罪以后安那，土地嘛受到咒诅。以赛亚伫遮3解。用这个刺皮杂草，是咧警告讲，土地会因为战争，因为这个战争带来灾祸受咒诅，咧警告犹大国，唔通阁犯罪。这个土地若拍远，就算讲阁会当这个牛羊伫遐放牧，但是已经无法度种植，无法度种植，所以是一个真强的警告的话。这3节内底拢有一寡真特别的细节吼，咱搁倒转来看这3节内底的细节。23节伫遐讲，种1000丛葡萄，达银1000的所在，要生出这个刺皮杂草。伫遮来表达讲，原来迄个经济价值足悬的土地，真肥的土地。当上主迄日来的时阵，要互刺皮杂草所取代，诚做拍远。伫遮主要咧讲战争对经济、对商业的投资带来迄种的影响。在头前咱第5章读到迄个葡萄园的歌，已经表达即个主题啊。24节讲，迄个所在拍远。所以你都要带钱甲经，才敢去遐。就指讲这个所在真危险，可能有野兽，可能有盗贼。伫遮咧描写战争对迄个社群带来的冲击，特殊拢已经放弃啊。遐个士兵，遐个抢夺物件的，可能世界拢伫遐。你都爱带武器，才会当保护家己。最后一节25节，伫遐讲，古早用猪头种植过的所在，当变做放牛食草、出在羊吞踏的所在。这咱拄仔已经讲起，会当放牧牛羊，却无法度种植。伫遮作者咧描写，毋是讲敢若农场迄种真安尼宁静的一种处境，毋是，是咧规个拍远牛羊四界伫遐走来走去，而且因会破坏性伫遐吞踏即个土地，表示讲生活要继续落去是真困难，真困难。各位兄弟，咱今日读到这段经文，接续顶礼拜迄段经文，互咱在读的时阵，检测感觉真沉重。咧描写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咱咧读以赛亚第7章的时阵，会注意到有两个无共款的景象。一开始1节到5节
是咧讲叙利亚甲以色列即个两国的联军要入侵，所以亚哈斯王会惊，伫遐讲伊甲人民的心若亲像树仔去互风吹吼，敢若风台中间迄种经常惊吓吼。但是读到今仔日的经文18节到25节，已经是另外一个情景啊，毋是两国联军啊，是咧讲将来亚述王要入侵。带来悲惨的情景，啊，实际上，咱若看头前两国联军，后壁亚述国入侵，伫这两个情景的中间，有第三个选择，就是以马内利的记号。先知伫遐讲，你着用信心来坚定信靠上主，通过迄个婴仔。上主甲咱同在的记号咧提醒亚哈王，你阁有第三个选择啊！你会当来甲定心甲上主结约。结果咱知亚哈斯王无愿意选择，伊无要接受，结果就是战争甲死亡。讲到战争，咱大部分的人拢无战争的经验。无战争的记忆，台湾人经历的顶一届战争是80年前的代志，第二次世界大战。若讲小可爱几岁啊才有记忆，安尼咱中间一定要85岁以上的人才会战争的记忆。咱若要知影战争的可怕。咱来去请教咱中间85岁以上的这长辈，因可能会当甲咱讲一寡战争的故事。我下面举几个例，互咱来思考战争的带来迄种的灾难的可怕。过去伫中山教会牧会真久长，即个过马西牧师，伊的两个囡仔。郭智慧老师甲郭忠杰博士，姐弟啊两个人，为着因的老爸爸母写一本回忆录，今年5月拄拄出版，是真非常内容非常深刻丰富的一本回忆录，叫做《服侍的道路》。册内底讲真侪因家族的代志。但是你去读的时阵，印象上深的，就是因一家伙仔10口，因其实拢总有9个囡仔，啊，战争中间一个上细汉的查某囝死去，所以8个囡仔，爸母甲8个囡仔10个，因为去日本读册了，搁去日本牧会，拄着战争，伫遐四界流亡，搁拄着2届东京的即个大轰炸。所以10个囡仔，一家10口，佮分做3个所在，伫遐疏开。有个囡仔缀学校的老师去导览，有个去寄朋友，其他的老爸老母带剩的几个，大所在去北海道，去本州，3、4个所在，照教会大，照人斗大。战争中间无通食，囡仔嗷叫。上互咱读到上毋甘的，就是迄个上细汉的查某囡仔爱主，出世2礼拜营养不良，就得着染着病就死去。册内底描写，毋知影要哪甲台，甲迄个查某囡仔装伫一个纸箱啊，即个郭牧师捧即个纸箱啊，规家伙仔去坐客运，坐到庄骹去甲抬落去。伫即中间一直到战争结束，咱看哩读到这个故事的时阵，才会当体会到讲啊，战争带来的灾难是何等可怕。顶礼拜，伫咱教会有人权的
影展，叫做《交响狂人》，真好看，真好看，真读了看了的人印象拢一定足深的，因为是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咱以后逐个月拢有一场，逐个月拢有一场，有机会望大家来看这影片，会当体会到世界全世界最这要紧的人权的故事。这片是咧描写以色列甲巴勒斯坦中间迄种怨愤。这个犹太裔的指挥家，嘛是演奏家，这个 Barenboim， 伊甲这个巴勒斯坦裔的这个学者沙伊德，咱知影沙伊德真出名社会学者，写一本得奖的册叫做《东方主义》。一个犹太人，一个巴勒斯坦人，拢是世界出名的人。因两个人安那去组一个管弦乐团。叫做西东合集 （West Eastern Divan）， 甲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出色的这少年的音乐家，甲结合做伙，叫因做伙练习，然后公开表演。结果无拍算，这青年安那弹安那演奏，拢无法度，因为心袂当做伙。心无咧做伙，音乐就袂水。电影咧描写因迄个慢慢啊磨合的过程。一开始小可有问题，就两边就马上弯起来，强要相拍。但是慢慢啊，Barenboim甲因讲，恁着爱听对方的声，才会知影要安怎做伙演奏。所以后来，这青年开始讲故事，大家坐落来，就坐咧遐。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就讲因阿公阿嬷的故事。结果每一个故事拢同款，拢是对战争开始的。犹太人讲的故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个大屠杀，Holocaust。爸母拢伫阿公阿嬷拢伫集中营要活落来。巴勒斯坦人的故事是对战后。以色列建国以后开始，以色列建国了后，战争以巴战争就开始啊。所以，在讲这个故事的时阵，才知影讲原来战争的影响遐尼深，一代、两代、三代，继续在影响因这人。通过这慢慢啊听故事，彼此才开始渐渐接纳，也做伙。通过音乐，要向世界来表达和平是何等的价值。昨日开始，咱拄啊讲起奥林匹克运动会伫巴黎开始举行，全世界第一流的这选手拢要做伙竞争。几工前，教宗方济各 Francis 发表声明，伊讲奥林匹克的运动会就是和平甲疼，所有的选手应该拢是和平的大赛。伊伫遐呼吁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缅甸的战争，望愈早结束愈好。咱拄啊唱圣诗472首，这是。春生牧师替咱选的圣诗，472首就是巴勒斯坦的诗歌。咱咧唱迄个巴勒斯坦的调的时阵，望咱关心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和平。今年的世界公道日，全世界咧为着一个国家祈祷，迄个主题嘛是巴勒斯坦。规年。一年规冬，全世界所有的教会拢做伙为着巴勒斯坦祈祷。咱要怎样更较密切来关心这世界发生的代志？拄仔也讲起美国咧大选，不管什么人要当选，真戏剧性的变化，大家还搁咧看。不管啥人当选，望新的总统
也会让努力，互世界、咱印太地区、咱大海的和平，做因上要紧的关注。吼，所以战争是咱今仔日的主题。咱咧面对战争，咱咧思考的，咱咧愿望的是和平。第二，咱今日另外一个真要紧的，互咱看见的主题是土地。土地哪亲像受到咒诅、拍远？咱古早进前咧读其他经文的时阵，咱已经读到这个主题，特别咱顶一季咧读罗马书，已经讲起这个土地受咒诅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为创世纪开始的。创世纪第1章咧讲起上帝创造拢是好，但是读到第3章，咱已经读到所有的关系拢破坏，包括人甲土地的关系。伫遐讲亚当甲夏娃犯罪，因为因犯罪，土地受到咒诅。其实毋是干那土地尔。创世纪讲起迄个罪带来4种关系拢破坏，人甲上帝关系，人甲人的关系，人甲家己的关系，以及人甲土地的关系。所以，伫罗马书第8章，保罗哪像咧呼应即个创世纪咧讲土地受咒诅。保罗伫遐讲，受造的世界嘛伫遐吐气。哀怨，伫遐愿望会当甲上帝囝儿做伙享受上帝荣光。土地若会当因为人甲上帝和好，土地嘛会当搁一摆经验到和好。这提醒咱对土地甲生态的关心是今仔这个时代真要紧的主题。过去较少讲到是咱今仔的经文。最后30到50咧提起战争对土地的伤害。咱今日真清楚看起战争对土地带来真大的伤害。伫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实际上咱会看见头一摆出现一个真特别的名词，伫英语的媒体内底讲 "scorched earth policy"。咱后来才知影讲，这是对中国甲日本的战争中间发展出来一个政策，叫做焦土政策。焦土政策，焦土政策就是讲日本甲中国在战争中间，这个中国的军队战败了后要离开迄个所在，伊知影讲日本军队无偌久就会入来，因就会将土地顶头所有的农作物拢总甲烧掉，甚至甲建筑物拢甲拍平，为着讲无爱互对方享受这个资源，所以这叫做焦土政策，焦土政策。这毋是第2次世界大战才开始的，这其实对人类历史古早开始就是安尼。这个咱咧读埃及的故事、近东的故事的时阵，拢会读到同款的。埃及甲近东咧相战。因拢会将迄个土地、果子园、葡萄园拢甲烧掉，为着不要对方摕到。特别若战赢的人，嘛会甲迄个物件破坏，要互迄个战败的国家枵餓，最后投降。真出名，斯巴达甲雅典的战争嘛是安尼。斯巴达的军队就甲雅典的农作物。果子园拢甲破坏，希望雅典真紧就投降。所以战争彻底会破坏土地。咱也看过英国真出名的基督教作家托尔金所写的这个《魔戒3部曲》，一定印象足深刻。《魔戒3部曲》内底有足侪生态的主题。内底讲起迄个大魔王就是 Solon， 伊有一个法师叫做萨鲁曼，因去甲一块
别人的土地变做是战争的工厂，专门咧制造战争的工具的工厂。咱印象一定真深，一层一层往地下挖落去，然后去甲所有的树仔拢插落来，伫遐一直烧一直烧，啊，伫遐制造武器。规个天拢是乌的，因为烟甲规个天拢变做乌的。托尔金通过这个电影咧描写工业化、消费主义、人的贪心、野心，最后会带来战争。战争就伤害生态。所以这个电影咱看过一定印象真深，就是这战争对生态带来迄种的伤害。然后看过电影的人一定会记得，伫内底后来佫有树精，树仔的迄个精灵，啊，佫迄个老树仔，树仔迄个老柳树的树仔规群，因拢来加入正义的这边，要对抗迄个大魔王，是真有意思的主题。我家己嘛有经历过土地去互战争破坏的经验。特别20年前，我去斯里兰卡参加一个亚洲的神学会议，因为迄个时阵斯里兰卡还佫咧内战，所以大会安排阮去北平去参观战争的现场，迄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阮坐吉普车为首都科伦坡安尼一路一直去，驶伫要规工啊！一路经过足侪迄个军事检查哨，最后去到北平去参观两边战争的两边的迄个难民营。斯里兰卡内战，咱知影是信佛教的即个辛哈利人，甲信印度教的即个塔米尔人两边咧战。咱拄仔所唱圣诗191首咱印象应该真深的印度调的印度调的歌，迄就是塔米尔人所写的诗阮去到迄个难民营，真着惊，因为为了要战争，两边的军队讲好势，去制造一条20里宽的一个战争带，互遐两边的人去内底战争，20里宽，20里差不多咱台北市的宽，20里内底所有的人拢总强迫因去住伫难民营，将土地空落来，互因通修建。去到难民营参观，嘛是互人足伤心遐难民去强迫去用住伫难民营，一住就是住20几年啊！20几年内底已经生足侪囡仔出来啊！战争也袂煞。因甲阮讲，因有偷仔转去因古早住的所在去偷看，结果发现讲安土地拢总已经拍远，毋但无法度住，嘛无法度种植。换句话讲，土地完全去互毁坏啊！战争带来土地的毁坏。搁像这古约学者 Brueggemann 有写一本着奖的册，叫做《土地神学》。一本土地神学内底，伊安尼讲，伊讲土地毋是一个空间那定，土地嘛毋是干那历史的舞台那定。土地是互人听上帝话语的所在，土地也是咱甲上帝立约的所在，是迄个流亡的心灵会当搁一摆经验到安慰、精神的快乐、追求梦想的所在。土地非常的要紧，对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讲是安尼。对今仔日活的这个时代，咱嘛是安尼。这礼拜咱经历过这个风台的冲击，我相信更较侪人也会晓去珍惜土地对咱的价值。毋茫今日的经文，互咱看见战争的可怕，也互咱更较
会当均活土地，珍惜上帝赏赐咱生态的资源，来疼惜上帝土地。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温暖的上帝，阮今日通过以赛亚的经文，看见战争的可怕。毋捌经历过战争的人，可能无法度想象战争带来的灾难。但是，当阮去读遐经历过战争的人的故事的时阵，阮会搁较深去体会到和平的可贵。恳求你帮助阮，不管用什么方式，拢努力为了和平来尽心尽力。今日经文也教示阮土地的价值。上帝赏赐土地，是要互阮认捌你的话语，甲你立约，也伫这中间来甲别人建立一个水的群体。伫天灾甲战争的灾厄中间，也恳求你继续教导阮土地甲生态要紧，珍惜你赏赐阮的资源。也阮会当通过以赛亚书继续来学习，助力阮学习的功课。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咱做伙来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300首，圣诗300首，阮真感谢你至诚仁爱，请大家起立来吟。请坐。下面是公道的时间，咱即时要为下面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为着凯美风台造成的灾害甲复原的重建；第二，为着派伫缅甸宣教师甲当地同工的服侍；第三，为着关怀牧师张家运8家来赴任甲服侍，请大家同心来祈祷。
这是要请苏院长陈义选执事来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保守阮今仔伫即个礼拜日来到遮组织敬拜你。主啊，即礼拜风台，互台湾真侪所在受到灾害，特别是南部，雨水淹过，互阮看着心真艰苦。主啊，即个过来，阮爱有足侪困难去互阮遮的所在，求你赐互官员有智慧，嘛互台湾的人民会当团结。伫即个困难的时期，咱毋通互相闹开，咱爱彼此来祈祷，来祝福，希望遮个损害会当早一日的复原。主啊，阮嘛要为着缅甸的宣教师来祈祷，求因伫遐的服侍会当有你的看顾。伫迄个所在无亲像台湾，可能有真侪欠缺，求主你会当赏赐补助因所需要的。搁来8月，阮有新的牧师张嘉文牧师要来到阮的当中，求你互阮全体拢会当备办心来接待伊，嘛赐互伫即个新的所在服侍有你的带领，互阮即个教会会当行伫你的旨意的路中。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这是咱来奉献。这时，请大家起立来用奉献诗，诚做咱的祈祷。请坐。下面请咱掀开周报，通知事项，听我来报告。第一，张嘉文牧师8月1号来赴任。张嘉文牧师是咱所申请来的关怀牧师，中会定伫9月1号举行就任授职礼拜。张牧师即马是寿山中会
罗雅教会的主任牧师，伊的丈夫蔡明伟牧师是台湾圣经公会的翻译专员，咱欢迎伊。第二，8月4号是父亲节的主日，也是第一礼拜，也是即个少年团契的主日，所以下礼拜是由少年团契来带领咱做礼拜。啊，第二场礼拜是由张家温牧师来传讲信息。第三，守护台湾基督会，欢迎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的守护台湾基督会。啊，即礼拜8月2号，也欢迎大家来斗阵来为上帝国来代祷。第四，个人神父的互动式论坛，即个是适合社青在职青年来追求符合渴望甲使命感，啊无想要消耗内在动力的人来参加。这时间是伫个8月25号下晡的1点半，伫咱教会。啊，报名方式请咱家己看。第五，邀请一日的义工，咱教会的牧族的地方、倒椅、甲百叶桶，拢需要用护木油来保养，啊，需要邀请几位义工来协助来擦油擦。若是有意愿的，来找即个林世宏长老甲即个树德干事，啊，教会已经有准备好这所有的工具，啊，时间是伫个8月3号的早起甲下晡的时段，若是落雨就停工。第六，人权影展战场的日记，这是得到奖的即个影片，是迄个乌克兰的记者甲美联社团队来记录的即个战争的代志，啊，来报道即个俄罗斯反人类无差别来用大炮来攻击平民，啊，即个影片时间是伫个8月11号6点半，伫咱的大礼拜堂。第七，818新屋礼拜日，这杨宪宏即个作家伊的文集，啊是讲到伊认为2024年到2032年是咱台湾成做世界山顶之城的关键的时间。时间是伫个8月18号2点，地点伫个济南教会咱的大礼拜堂。第八，神学系要展开报名，台湾神学院的神学系要展开报名，欢迎兄弟来报名参加，拢总有4个课程，这课程的内容请咱家己看。下面团契消息甲这个教界消息以及近期的事工，也请咱家己看。下面要请田永文牧师来介绍甲请安。今仔日无迄个来宾吼，咱各位兄弟，咱才彼此请安吼，请咱彼此请安。这是咱来吟八遍诗，上扬信诗390首，乌老天爸万福本源，请大家起立来吟。吟诗煞，请田永文牧师来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帮赞，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灭岛避会，若有需要代祷的兄弟，来到浙南路边仔的即个雨伞卡，其他兄弟欢迎参加地饼会来交易。